自己咧就係、我叫 Agnes 啦。咦，等我望下先，呢度係啦，我叫 Agnes。咁啊，唔同我咗少少，因為今日個肚又大咗少少啦，係啦。咁現場嘅朋友就見得到啦，係啦。咁啊，我基本上咧就係、加入咗到 doTERRA 咧都一段時間啦。咁我亦都係呢一度嘅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啦。我自己本身咧亦都係一位營養師嚟嘅。咁啊，我喺美國讀書啦，咁但係讀完翻嚟之後咧，咁就做營養師，咁啊做一啲主要係幫助教人點樣樣去做一啲體重管理啦，或者一啲飲食建議啦。咁啊入咗直銷行業做內部嘅培訓咧，都有十幾年㗎啦。咁啊有唔同公司啦，咁自己都會接觸到唔同嘅產品，亦都會接觸到唔同嘅人。佢哋多數都係會對於真係講緊好得意嘅直銷咧，就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對於自己嘅健康咧好關注，同埋對於佢身邊啲朋友啲健康好關注，好有心嘅。咁就會成日都會問一啲健康嘅問題。咁我最主要就係同佢哋講翻啲 solution，即係有啲咩嘅方案啦，喺飲食上面、健康上面嘅一啲嘅分享翻啦。咁所以今日都好開心啦，可以喺呢一度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個主題嘅。咁呢一個主題對於我嚟講咧，就會覺得係好緊要嘅。對於其他人嚟講咧，可能佢哋會覺得未必關佢事，又或者可能係覺得可能有排都未到啦，又或者我已經過咗啦，我仲可以做啲咩咧咁？咁呢一個就係講緊更年期啦。咁啊，我見到在座都好年輕啦，應該即係諗緊啊，嚟緊我仲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要應付呢一個更年期咧？係咪啊？咁亦都有啲咧就會覺得啊，我可能都要話俾我身邊啲朋友聽，其實你唔好以為自己會可以避過咗呢一樣嘢啊，你有機會會面對㗎。咁究竟其實有啲咩嘅食物啦，或者有啲咩嘅健康嘅生活習慣，我哋可以令到我哋自己順利咁樣擁抱呢一個更年期咧咁。因為啲人會覺得，誒，我係男人喎，應該冇咁大問題嘅，係咪？咁陣間今日都會講嘅。OK，咁啊，我哋講下嗱，上面 menopause 就係更年期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嘅，有啲人係 pre-menopause、post-menopause。點解咧？其實因為更年期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嚟嘅，係啦。因為我哋女性或者係男性都有機會嘅，但係主要女性啦，我哋喺人生經歷嚟講咧，就會有唔同嘅階段嘅。咁所以更年期咧，其中都係一個階段嚟嘅，係啦。咁啊，我上次嗰個 topic 就講30歲後迎住食好嘢啦。咁所以嗰個階段就係好多時候就係講緊我哋結婚生仔啦，我哋有一個出嚟社會做嘢啦。咁但係又過多十零年度咧，我哋又去到另一個階段啦。咁呢一個咧就係講緊更年期嘅階段。咁而更年期嘅關鍵字咧就係 estrogen，就係雌激素啦。咁點解雌激素咁大影響咧？咁啊，我諗大家都唔會話唔認識嘅，就知道我更年期應該同啲雌激素有關嘅。咁但係雌激素係咩嚟咧？呢個都簡單去講翻啦。咁其實雌激素咧唔係淨係女仔有嘅，女仔大部分都係雌激素，但係男士咧都有雌激素嘅，都有佢個功用嘅。咁女士嘅雌激素咧分為咧就係叫做雌激素同埋黃體素啦。OK，咁佢哋裏面最主要咧都係幫助翻我哋係女性一啲嘅特徵啦，或者我哋會有一個嘅，因為要生育啦，我哋會有一個卵巢會開始會分泌呢啲雌激素咧，係準備翻我哋係俾一啲胎兒嘅營養嘅 suppose。但係如果未有 BB 咧，咁佢就會經過經期，跟住之後會排翻出嚟咁樣樣啦，係啦。咁嗱，亦都可以咧，呢啲雌激素身體係保護我哋身體嘅，佢會對於我哋嘅骨骼啊，對於我哋唔同嘅器官啊，對於我哋啲乳房啊，都係有幫助嘅。咁而男性嚟講咧，雌激素咧，亦都係對於佢哋嗰個嘅骨骼啦、大腦啦，其實都有個幫助功用喺度。所以唔好話男士嘅話，其實就唔使理啦。咁其實有陣時我哋男士都有機會要補充翻啲少少嘅雌激素咧，就係原因因為可能佢都會有失衡嘅問題。咁所以有機會咧，可能佢對於佢嗰個骨骼健康啊、大腦嘅健康啊，都有機會會，如果補充雌激素咧，都有個幫助嘅。好啦。咁而雌激素嘅作用啦，咁啊幫助子宮收縮啦，咁啊可以令到我哋 suppose 係即係如果有懷孕嘅話，亦都係可以有一個嘅幫助啦。咁亦都係幫助我哋咧，最主要係割我哋嘅骨啊。我哋嘅骨咧，如果我哋要鈣可以去沉積喺我哋嗰個骨，令到佢嗰個 density，即係嗰個嘅骨質密度提升咧，其實對於雌激素嚟講，雌激素嚟講係對於呢一樣嘢好有幫助嘅。OK，咁同埋女士啦，如果譬如可能佢啲皮膚啊，佢個體型豐唔豐滿啊，佢有冇啲曲線啊？除咗脂肪有影響嘅話，雌激素都有影響嘅。OK，咁啊同埋對於新陳代謝都會有幫助啦。咁但係女士咧要有一個現實，知唔知女性幾多歲嗰個雌激素係最多嘅？
展現到最靚嘅自己，其實係幾時咧？30零歲啦，係啦，呢度圖可以俾多個大概念啦。其實咧20歲到咧，你都會見到有啲女士嘅特徵咧會出現嘅。咁但係其實佢嗰陣時女人嘅魅力應該未有咁濃嘅。OK，對到30零歲咧，嗰個女性嘅魅力咧就越嚟越濃啦。原因係咩？因為佢雌激素咧係最高嘅水平。咁但係咧開始去到40歲咧就慢慢降低啦。咁去到幾多歲會開始特別明顯咧？因人而異嘅，有啲人咧係早少少，有啲人咧係可能去到50幾歲咧都仲係 OK 嘅，就睇下佢有冇保養啦。OK，咁啊，但係多數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45歲開始咧就開始感受到噶啦，嗰個雌激素嘅水平會降低。好啦，咁啊，而呢一個嘅雌激素水平降低嘅話咧，咁其實咧佢會開始咧會有呢一個步入呢個更年期嘅症狀咧，就會可能佢啲 period 好最明顯嘅就係嚟下唔嚟下咁樣樣。咁啊嚟下唔嚟下，可能你先以為自己都係平時都唔係好準啦咁樣，咁但係你發現咧越嚟越即係頻繁啦，咁同埋咧佢呢幾個咧係持續可能係1至5年嘅時候咧，咁跟住之後完全冇 period 嚟咧，咁我哋所以咧就叫做絕經，即係停經啦，即係叫做真係過渡咗個更年期啦。OK，咁更年期可唔可怕咧？其實都驚㗎。如果作為女士都知道，哇，原來更年期會面對咩問題？咁啊，我哋好多時候呢啲最 common 㗎啦，就係會有鬆弛嘅問題啦，好明顯嘅，有啲紋嘅問題啦，有啲斑啦、乾啦，呢啲咧都係一啲即係見到嘅表徵嚟嘅。仲有冇咧？大家有冇聽過更年期會有啲咩問題啊？情緒啦。瞓覺啦，係咪啊？睡眠瞓得唔好啦，好容易嬲啦。唔知啊，呢度有位男士啊，唔知即係，但係應該太太都未去到呢個年紀，係啦。咁啊，所以但係可能我話俾你聽，應該係女士咧，係喺唔同嘅年紀都會有易怒嘅問題嘅。而家呢一個世代，OK，唔係淨係更年期，係。所以男士如果係好認識自己嘅伴侶咧，其實應該已經好理解應該點樣去相處噶啦，OK。咁啊，係啦，咁但係更年期咧係會更加明顯嘅，佢自己都知嘅，suppose 啊，自己知但係控制唔到，因為呢啲係荷爾蒙嘅問題。好啦，其他一啲嘅心理情況啦，就會係一啲腦霧，即係時好容易會唔記得咗嘢啦。咁啊，焦慮啦、抑鬱啦，咁抑鬱好多時候都係因為佢面對到好多可能真係頭先講皮膚表徵啊，見到可能自己冇以前咁個身體型啊，所有嘢都會有影響啊，咁啊失去自信啊，自尊受創呢啲都會係一啲經常見到嘅症狀嚟嘅。咁另外潮熱啦，咁啊呢個我聽得多啦嚇，我暫時自己都未試，因為而家都有咗小朋友，應該都未去到呢個年紀嘅。OK，咁但係咧潮熱咧聽講咧係好辛苦嘅，佢突然間咧就會成個身發熱啦，都係又係控制唔到嘅，開幾大冷氣其實都好似冇乜幫助咁樣，因為係內部發出嚟嘅嘢。係啦，咁亦都會持續一段時間啦，又會出汗啦，心跳加速啦，咁亦都會有呢一個陰道乾即係乾嘅問題啦，係啦，同埋性慾下降啦。咁因為呢啲咧都係因為雌激素減少，就會有呢啲嘅問題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會由連尿道都會受影響啦，咁啊有膀胱會有一啲功能嘅衰退啦，小便失禁啦，呢啲問題都會出現。咁啊，有啲人又會有心悸啊、頭髮稀疏啊、體重增加、新陳代謝減慢、關節痛、頭痛、頭暈，聽落好似好多問題喎，係嘛？咁啊，唔緊要嘅，知道呢啲問題咧，我哋睇下究竟有冇啲咩嘢可以幫到手啦。又或者男士知道太太原來未來會有呢啲問題喎，咁啊，即係又要去準備一下啦。咁另外咧，一個好關鍵嘅更年期會出現嘅狀況咧，就係骨質疏鬆，因為頭先講雌激素係保護我哋嗰個骨質，可以令到佢去沉澱，令到嗰個骨嘅密度提升啊嘛。咁但係越嚟越少雌激素嘅時候，即係話令到我哋可能食咗啲鈣，但係咧又未必好好咁樣吸收，又或者可能我哋呢一樣嘢係會我哋連補充唔到鈣添，即係我哋都冇食到鈣，我哋忽略咗，咁所以會令到佢我哋身體需要噶嘛，佢就會喺我哋啲骨度抽翻出嚟，咁我啲人咁就會令到佢嗰個密度越嚟越疏。咁你會見到咧圖嘅右手邊啦，係啦，咁就係一個骨質疏鬆嘅一個骨質密度嚟嘅。正常密度咧係會見到咧係比較密啲嘅，係啦。咁啊
如果骨質疏鬆咧，嗰啲骨與骨中間咧，你會見到好似有啲大嘅窿出咗嚟，咁即係代表咧，會有一啲骨質疏鬆嘅情況。咁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去照翻一啲嘅 DEXA scan 咧，做翻一啲嘅身體檢查咧，就會睇得到你嗰個骨質密度係咪需要正視，咁啊使唔使食藥啦，或者係會唔會話哦，原來你哋營養補充品都可以幫到手。咁50歲以上嘅人咧，估計1/3嘅女士啦，同埋1/5嘅男士咧，都係有機會咧係會有一個骨質疏鬆同埋骨折嘅問題。知唔知道咧？我睇嘅之前就係外國嘅一個數據去顯示咧，以為60幾歲以上，佢好似嗰陣時係講，多數啲人咧嗰個死於係死於啲咩？骨折啊，係伊凡老師知道。好多時候咧，佢唔係死於一啲話有啲心臟病啊、長期病患，唔係呢個問題。好多時候就係跌親，啲老人家咧唔知點解，好容易會跌親，我平衡唔到。咁跟住骨質密度又唔高啦。咁跟住之後咧跌親骨折咧，其實就影響咗好大，反而就會令到佢自己死亡。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需要正視，同埋越早知道有呢一個嘅情況咧，越早可以喺飲食上面做翻調節去幫到自己嘅。好啦，咁而停經後嘅女性啦，咁佢嗰個嘅骨質裏面嗰個鈣質咧，因為雌激素水平下降啦，咁就會令到佢有更加大嘅風險去患到呢一個骨質疏鬆啦。咁所以係一個高危族嚟嘅。咁仲有啲咩人係要小心咧？就係呢一啲啦。咁佢可能係已經停咗經，或者係佢已經切除咗卵巢嘅人，因為佢切除咗，佢其實佢都冇經期，佢都唔知自己有冇，佢都唔知自己係咪過渡緊更年期，佢真係要做翻一啲即係抽血嘅檢查，先會知道自己係咪係更年期嘅情況。係啦，咁所以可能佢哋就忽略咗，哦，原來我啲嘢要補充喎，佢哋可能就冇做到，咁所以咧係一個高危嘅人士嚟嘅。咁仲有譬如可能佢家族成員已經有曾經患過骨質疏鬆啦。咁或者佢係比較體型瘦削㗎啦，或者佢平時冇補充到足夠嘅鈣質啦，喺飲食上面或者係喺營養補充品上面，或者佢有啲不良嘅飲食習慣啊，吸煙啊、飲酒啊、飲好多咖啡因高嘅食物啦，咁或者係飲料啦，都係有機會會促進咗佢嗰個骨質密度減低嘅。咁或者係佢好多人都冇㗎啦，就做運動啦，好難啦，佢哋可能好多人都缺乏做運動啦，或者唔會經常接觸陽光，即係吸收少咗維他命 D 啊，係啦，因為維他命 D 其實都會幫助我哋去吸收鈣嘅。咁如果我哋冇去曬太陽嘅話咧，咁亦都係會將啲鈣咧未必咁容易會吸收得好好咁樣嘅。咁或者佢係有一啲甲狀腺機能亢進，即係甲亢嘅人士啦，咁佢啲藥物啊呢啲咧都會影響到佢嗰個鈣質嘅吸收啦。咁另外就係有啲慢性病嘅人啦，亦都係可能因為啲藥物啦，亦都會影響到佢嗰個鈣質吸收咧，都會令到佢係一個高危有呢一個嘅骨質疏鬆嘅人士啦。好啦，除咗骨啦，咁就仲有啲心血管嘅。咁因為咧雌激素咧都係會幫我哋保護翻我哋嗰個心血管健康。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更年期之後咧，其實嗰個女士嚟講咧，佢會有呢一個膽固醇容易會滯留喺血管裏面，即係塞咗嗰個血管咧，嗰個機會咧都會大咗，所以咧令到佢嗰個會有一個一啲冠心病啊，一啲嘅動脈粥樣硬化呢啲問題咧都會提升咗嘅。OK，咁女士除咗頭先講咗有咁多有機會會面對嘅問題啦，咁啊作為男士喎，男士係咪更年期就唔使驚咧？冇呢一樣嘢咧？咁啊，其實咧就男士咧，除咗話可能要照顧伴侶嗰個嘅情緒之外咧，咁亦都要照顧翻自己嘅，因為咧男士都有機會咧係會出現一啲更年期症狀嘅。咁呢啲咧就係男士會出現嘅更年期症狀啦。你哋可能可以影翻低俾你嘅朋友啦，你嘅另一半睇下，喂，你都有機會㗎，唔好以為淨係得我有機會啊咁。但係你有機會嘅話咧，我哋未必會體諒你，因為我都有呢個機會啊嘛。係啦，咁所以互相體諒咁樣啦，係啦，咁男士都係40歲開始咧，都會有機會有呢一啲嘅更年期症狀，咁亦都係因為佢嗰個男性荷爾蒙水平咧係會降低，咁就減少咗嗰個男性荷爾蒙嘅睾丸酮嘅分泌，係啦，咁出現嘅情況咧，咁其實都好相似嘅，但係都有啲人話，其實我都冇更年期，好似都有呢啲問題，係體重上升啊，中央肥胖啊。
好似30歲開始都已經出現㗎咯，咁樣係嘛？咁啊，但係咧呢啲你可以睇翻啦。咁其實最主要可能又會容易攰啊、沮喪啊，佢可能喺性方面亦都會有一啲嘅狀況啊，喺情緒嚟講咧，亦都會有啲唔穩定啊、憂鬱啊、擔心啊、失眠啊、肌肉鬆弛啊。咁其實同埋咧，如果你見到佢咧，即係矮咗咧，就可能係因為骨質疏鬆引致㗎啦。OK，咁所以咧呢個咧男士咧都要注意翻，所以定期度高磅重啊，好緊要，係啦。咁你就知道自己會唔會係有機會出現咗一啲可能骨質密度嘅問題啦。好啦，咁我哋咧點樣可以去即係知道有機會出現啦？每個人都有機會會面對啦，男士女士。咁我哋點樣去做咧？咁其實頭先講啊嘛，女仔最驚嘅係表徵啦，內裏嘅嘢都唔好理啦，即係總之表面俾到人睇到係要靚噶嘛，suppose 係咪？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咧？我哋最緊要就係皮膚要水潤啦，我哋唔好又乾又紋啦，又斑啦，又要鬆啦呢啲問題啦。咁我哋亦都要可以瞓得好啦，改善到情緒啦，亦都要打好個底啦。咁啊，亦都要補鈣啦。咁大家應該有聽過咧，植物性嘅雌激素，咁我哋咧都係好緊要，我哋要補充一啲安全有效嘅植物性雌激素，咁咧就會可以咧幫助到我哋咧可以順利咁樣去過渡啦，擁抱呢個更年期啦。好啦，啊，義光老師你嗰個笑哈哈同呢個一樣，係喎，咁啊就係即係日日都係帶住一個好心情嘅話咧，咁其實咧身邊嘅伴侶應該都會好開心嘅。係啦，咁我哋點樣可以輕鬆咁擁抱更年期咧？有啲飲食嘅建議嘅。咁簡單嚟講咧，就係誒成日都講噶啦，均衡飲食，食多啲高钙食物，又食芝士、食豆腐加鈣嘅豆漿。大家有冇做啊？飲下食下高鈣嘅乳酪咁樣，有冇啊？都有係嘛？係咪日日都有啊？間唔中啦，OK，係啦，每日都有嘛？咁我會加油啊，加一齊去食，係咪啊？都幾好啊！呢啲高纖維啊，啲水溶性纖維呢啲都幫助得通血管啊，呢啲都係有幫助啊。咁我哋避免一啲吸煙啊、飲酒呢啲問題啦。都唔係問題咧，避免吸煙、飲酒呢啲習慣啦。咁因為更年期之後咧，其實呢啲係會促進咗頭先講緊啲骨質流失啦，或者係一啲促進咗一啲更年期症狀。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喺呢一方面都有少少改善咧，都會有幫助啦。咁而適量嘅運動啦，成日都講噶啦，要做運動，一個禮拜要做3次嘅運動。咁但係更年期咧，好注意咧，就係應該要做一啲負重嘅運動，因為負重嘅運動咧，先可以幫我哋咧建立到肌肉咧，同埋令到我哋骨質嘅密度咧係可以提升到嘅。OK，咁所以咧，負重運動即係好似人哋舉啲，你當舉啞鈴又可舉，總之舉啲有重量嘅嘢，係啦，咁就會有幫助啦。咁譬如真係面對緊潮熱嘅話咧，咁我哋都可以建議嗰個期間咧，就可以着一啲唔好咁緊身嘅衣物啦，着啲鬆身嘅衣物啦，唔好食一啲咧即係辛辣啊，因為已經熱啦嘛，你仲食咁多辛辣刺激嘅食物咧，咁其實都會令到自己嗰個唔舒服感嘅提升嘅。咁啊，酒精濃茶、咖啡呢啲都係會加重咗潮熱嘅問題啦，咁可以嘅話就盡量避免啦。咁同埋咧，最緊要嘅就係你要接受更年期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所以最好就揾翻一啲嘅自我嘅價值啦。咁啊，例如去做翻一啲訂立一啲新嘅目標啊，咁啊，亦都有啲新嘅嗜好啊，咁啊可以令到自己咧更加充實啦。咁而產品嚟講啦，咁我哋始終做 Tara 咧，因為我哋真係有好多不同嘅產品啦，不同類型嘅產品，佢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可以對於唔同身體或者年齡會面對嘅階段咧，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啲嘅即係營養補充啦，同埋就可以幫我哋做到咧呢一個嘅改善嘅。好啦，咁我哋睇下，咁啊。哇！又嚟多咗好多朋友，有邊個係啱啱先認識到 Tara 一年內嘅朋友啊？一年內，哦，一年內都有好多喎，一半喎。一年就係即係話
你如果已經2年嘅話，就唔使舉手㗎啦，已經認識咗 doTERRA 1年內嘅啫，OK，即係呢1年啦，係咪？線上嘅朋友都可以答喎。如果你哋都係認識咗 doTERRA within 1年，即係呢1年先2024年開始先認識嘅話，你都可以打個1字俾我，咁我哋以後都可以知道你哋係即係都係新朋友啦，都算係 OK。好啦，咁我哋因為 doTERRA 咧，我哋有一個嘅健康金字塔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因為呢個好緊要嘅，因為當你認識到呢一個健康金字塔咧，你就知道其實我哋公司嘅產品係涵蓋咗唔同嘅範疇，去幫助我哋身體唔同嘅健康。好啦，咁我哋咧最緊要咧金字塔個底啊，就係最關鍵嘅。好似我哋起樓咁樣樣，我哋嘅地基要打得好。咁究竟我哋關注喺doTERRA最關注我哋嘅根基打得好係咩咧？就係我哋嘅營養同埋消化做得好唔好啦。OK，咁跟住之後咧，就到我哋有冇一啲新陳代謝健康咧，有冇做運動啦？跟住我哋嘅休息夠唔夠咧？我哋有產品去幫助翻我哋促進我哋嘅睡眠啦、情緒啦、壓力啦。咁亦都會睇下啦。哇，因為而家坊間其實香港都係一啲好有毒素嘅城市，係咪啊？即係講緊即係有毒嘅城市啦。OK，因為控制唔到，咁啊出邊有好多污染啦。咁我哋點樣可以透過我哋自己用嘅一啲嘅產品，可以減低一啲嘅毒素咧？即係例如一啲清潔嘅用品，可以用一啲冇話添加一啲嘅chemicals 去傷害到我哋身體咧。咁亦都有啲自主健康護理，即係講緊重點啦。即係我哋基礎營養打好咗，但係我哋有啲重點嘅問題，例如今日會講嘅就係更年期嘅問題。究竟有啲咩重點嘅營養補充品或者係產品幫到手咧？係啦，咁樣大聲少少。好，咁我哋呢一個咧就係我哋doTERRA嘅健康金字塔。咁啊，亦知道咧就知道，其實裏面係包括咗有好多唔同嘅講緊內服產品，又或者係精油嘅產品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去令到你生活得更加健康嘅喎。好啦，第一個啦就係呢一個嘅phytoestrogen 啦。咁頭先我講咗 estrogen 係咩啊？雌激素啊嘛。phytoestrogen 咧就係植物性嘅雌激素。因為我哋頭先講更年期，就我哋係咩減少？就係雌激素減少啦。咁但係出邊家成日話，哇，聽到激素好似唔好嘅喎，嗰啲咩激素啊？多數就係話譬如啲雞打針令到佢啲激素就令到佢可以長大得好快，咁嗰啲就唔好，因為嗰啲係啲嘅動物性化學性嘅雌激素啦。咁而我哋咧呢一個產品咧，因為我哋就叫做 phytoestrogen 係植物性嘅雌激素，係純植物去提煉出嚟。咁所以咧，對於真係補充翻我哋女士或者男士有機會會失衡嘅一啲雌激素問題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同埋安全嘅。好啦，係Yvonne老師，其實咧，即係譬如更年期咧，更年期之前嘅人咧，即係睇醫生，醫生都會俾雌激素俾食嘅。但係後尾咧就會發覺咧，就話唔好餐嗰啲，即係可能咁就對身體即係攞住即係有其他嘅害處啦。咁咧，所以咧啲人聽到呢一樣嘅，咁樣咧就要食嗰啲咁樣。咁甚至乎咧，即係我有聽過咧，即係啲人你話植物雌激素一定安全㗎咁樣，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一樣？其實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對於有啲人嘅疑惑咧，其實都係正常，因為好多人都係我哋所講唔係太認識啦。但係當了解多啲啦，其實有好多文獻咧都會講緊植物性嘅雌激素對於一啲更年期嘅症狀咧都會有一啲幫助，譬如一啲嘅大豆異黃酮啊、染料麥黃酮啊呢一啲嘅成分啦。咁所以其實安唔安全咧，就真係睇你揀邊一個公司嘅牌子係啦，同埋睇下嗰間公司有冇信譽。因為我哋成日講緊點樣去揀營養補充品咧，好多嘅，你可能上網而家咧最簡單嘅咧，你都可能都唔知究竟佢嗰個公司係邊一間公司，但係人哋就同你講呢隻平啊，或者呢隻好似係好啊，咁你就買咗。但係對於嗰個產品間公司其實係可唔可信？佢其實有冇一個科研團隊去支持？佢夠唔夠膽有一啲嘅科研人員出嚟同你介紹一啲嘅產品，話俾佢聽呢啲產品係做嗰啲臨床前嘅研究啊、臨床嘅研究啊。咁呢個係對於我哋其實擺落口嘅嘢咧係好緊要。咁所以頭先係Yvonne老師提出就係話，有啲人話雌激素唔好。咁首先第一樣嘢咧，你就係啱嘅，要有猜疑。但係猜疑完之後咧，就可以去揾多啲嘅資料，因為我哋香港人就最中意揾資料，我自己都會中意揾資料。
揾到啲資料，你要發現哦，原來呢啲資料係真係我哋做 Terra 其實喺16年嚟講咧，我哋都係對於針對翻一啲科研啦，同埋針對翻頭先個健康金字塔最底嗰層咧，其實係好，我哋常講啊，我自己認識呢間公司，加入呢間公司，我覺得好 make sense 嘅，真係講緊我哋係有需要去支持翻我哋嗰個基礎營養，或者係嗰個吸收力，我哋會係擺咗好多嘅唔同嘅科技去令到我哋肯定我哋嘅產品咧係會吸收咁。咁所以咧呢一個嘅植物性雌激素咧，亦都係可以話如果坊間其實都有好多呢一啲嘅產品啦，咁我哋就係揀啱間公司，跟住即係一路 keep 住食佢呢間公司補充品咧，咁就係會放心。但係你得閒食下呢隻，得閒食嗰隻，其實你都唔知究竟係邊一個產品，可能係對於自己係真係好。咁所以我哋就最緊要就係了解個公司先，咁個公司有實力，跟住之後啲產品安全，跟住之後你就可以放心咁樣去食啦。係啦，係。咁我哋咧就睇翻我哋呢隻 phytoestrogen 啦。咁呢隻咧最主要咧就係平衡翻我哋嘅女性體內元素啊。點解我會寫到咁？其實體內元素大家都明咯，係啦。咁因為咧，其實香港咧都有個叫不良醫藥廣告條例咧，佢有啲字咧係唔可以講嘅。就算你係有實證證實咧，都唔可以講出嚟嘅。即係例如講緊嗰啲咩穩定血糖啊嗰啲咧，血糖產品嗰啲咧，佢哋都係有一啲嘅。講緊係唔可以講，就算你有一啲科研係講佢真係可以降到，佢都唔可以講呢一樣嘢，佢一定要講或有助於穩定血糖啊，或者係要美化翻嗰個咁樣樣嘅。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呢度咧，呢個產品最主要係平衡性體內嘅元素啦。OK，咁佢全食物來源嚟嘅，佢唔係有合成嘅成分嘅。咁佢嘅染料木黃酮咧就嚟自於大豆啦，咁佢嘅木質醇咧就嚟自於亞麻籽啦。頭先我知話平時都有食翻亞麻籽咁樣樣嘛，係咪？亞麻籽油啊，咪係亞麻籽其實係一個好有益嘅一個原材料啦，佢可以提煉油啦，佢亦都可以有一啲嘅有益嘅成分去平衡荷爾蒙嘅。咁跟住之後咧，亦都有呢一個油花酸啦，就嚟自石榴嘅。咁佢亦都最主要嘅，我哋成日講緊產品咧係要有標準化。標準化嘅意思咧，就即係你每次食嗰個產品嘅量咧，都會係標準化 standard 大數一樣。嗰個有效成分係啦，咁而佢可以幫助到咧減少翻一啲更年期嘅不適啦。咁如果未到更年期嘅女士咧，或者係啱啱可能已經有 period 嘅女士，18歲可能差唔多啦，16歲係咪差唔多嚟經期啦？嗰陣時候有啲人再早啲添啊，係咪？而家越嚟越早，13歲都有。係啦，咁如果佢哋可能有啲嘅經期嘅不適咧，呢個產品都係可以開始食嘅，係啦。咁而佢最主要咧就係因為補充翻我哋嗰個激素，令到佢平衡翻咧，就令到我哋一啲嘅經前不適係可以舒緩啦，或者更年期不適舒緩啦，同埋可以支持翻我哋嘅骨骼啦、心臟啦、乳房啦，同埋其他身體結構嘅健康嘅。咁點食咧？就係每日我需要食1至2粒就可以啦。咁另外啦，鈣咧頭先講到好大篇幅，就係話其實更年期嘅話，雌激素降低，令到我哋嗰個骨質疏鬆嘅問題有機會會增加啦。咁所以鈣質嘅補充都好緊要嘅。正常嚟講咧，我哋每日咧未到更年期嘅話咧，都需要有大概800至1000嘅 mg 嘅鈣嘅。咁大家去睇下自己平時食唔食得足夠啦。其實一包奶嘅話咧，大概係好似200零 mg 咁樣樣嘅有，係啦。如果日日都飲到3杯奶咧，其實都唔錯嘅。OK，咁啊，但係即係有啲人話我飲豆漿，但係唔係開杯豆漿都好多鈣嘅，因為要加鈣豆漿先有鈣嘅。OK，豆腐咧都唔係而家任何你話啲嫩豆腐有咁多鈣嘅，因為要食翻嗰啲最傳統嗰啲布包豆腐咧先會有鈣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講緊其實亞洲人咧好多時候都係缺鈣嘅地區嚟嘅。咁啊，外國就多啲啦，因為佢哋喺飲食上面就補充好多芝士啊、乳酪啊、鈣、奶啊呢啲嘅產品、呢啲食物啦。咁所以對於亞洲人嚟講咧，營養補充品係鈣質營養補充品係非常之重要。咁而我哋呢一個嘅骨骼保健膠囊咧，佢基本上咧每一粒就有250 mg 嘅鈣。咁所以咧，如果我哋食4粒嘅話咧，就已經有1000 mg。咁如果頭先講緊啦，更年期我冇提到喎，更年期應該要有幾多咧？如果正常800至1000啊嘛，更年期要多幾多啊？其實咧就大概係1200到啦。
最起碼要有1200 mg 嘅鈣先足夠。咁所以咧，如果講緊我哋可能係知道自己嘅即係想要補充好打好個底咧，咁呢一個嘅 bone nutrients 咧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因為佢除咗鈣之外咧，仲會有一啲係幫助鈣質吸收嘅元素，就例如係維他命 D 啦、鎂啦，都會喺裏面嘅。咁最重要咧就係嗰個吸收啦。我哋成日講咧，做 Terra 做得非常好咧，就係佢嗰個嘅生物利用率啊。呢個嘅生物利用率即係吸收率。咁我哋一定係會睇到我哋用嘅鈣咧，都會係容易俾我哋身體吸收啦。咁所以我哋咧可以按需要咧食1至4粒。咁我哋睇翻咧，仲有一隻產品咧，都係幫助翻我哋更年嘅，咁啊可以改善情緒嘅，就會係一個 Calvin Klein 啦，溫柔呵護複方精油。咁呢支咧係有個滾珠裝嘅，咁佢裡面咧包括咗有鼠尾草啦、薰衣草啦、佛手柑啦、羅馬洋甘菊啦、雪松啦、依蘭啦，好多唔同嘅精油成分，好香嘅，好舒服嘅。咁如果咧當係一個香水，或者係當係一個真係瞓覺前可以做翻一個嘅按摩咧，都係有個幫助嘅。咁同埋如果譬如可能先講緊女士係未到更年期，但係有經期嚟，但係都會有啲嘅經前不適嘅話咧，都可以搽喺嗰個肚仔度去做翻按摩咧，都會有幫助。咁啲產品都喺前面嘅，你可以睇到。你如果有興趣，可以之後我嚟睇。呢個就係嗰個 Calvin Klein 頭先講緊嗰個嘅泵啦，同埋 phytoestrogen 咧都喺度。係都有經年都係可以食呢個刺激素。男人咧係可以食雌激素嘅，係啦。最緊要就係當你覺得自己咧因為咧所有嘢都係自己嘅感受係最啱嘅。我同你講叫你食咧，你未必覺得自己需要。但係咧，你要首先知道咧，原來男士都係有機會會對於呢一個嘅雌激素嘅需要係會有失衡。咁所以咧，當你你覺得或者你覺得你先生對有需要，你可以 recommend 佢，係啦，係因為即係嗰啲男士即係會覺得呢樣嘢咧，你我關我咩事啊咁樣噶嘛。咁即係頭先聽你講，男士都需要，咁個量係咪同女士一樣咧？我會建議咧，即係佢就可以係咁食1粒就 OK 噶啦，即係每一日食1粒到當保健，我都係可以咯，係啦。同埋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有個嗰個營養素啦，係咪骨嘅營養素啦？咁我咧就聽過一個營養師即係講咧，我唔記得咗係點食。佢話咧，當我哋食呢個骨嗰個營養素嘅時候咧，其實你食埋呢個雌激素一齊咧，佢嗰個吸收或者佢嗰個營養，即係你可以吸收到嘅咧，或者係佢發揮到個作用咧，係更好嘅。咁我真係想即係以你嘅專業即係知識咧，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我聽過有咁係正確嘅，係咪啊？係啦，係正確嘅。原因係因為咧，頭先講緊其實雌激素咧係幫助我哋嗰個鈣質去沉澱啊嘛，即係擺喺骨骨，令到嗰個嘅 bone density 提升啊嘛，即係嗰個骨質密度提升，係啦。即係所以雌激素係對於骨質密度提升咧，令到佢有幫助。所以我哋食咗啲鈣俾佢，你就當係啲沙。加嗰啲水就令到佢好實 ，OK。咁而家咧就係嗰個鈣咧就係嗰啲沙啦。咁而雌激素咧就係啲水啦，啲水係可以令到嗰啲沙咧擺落去杯度嘅話就會實咗好多。咁所以你哋一齊食嘅時候咧就會有呢一個嘅幫助啦，就會令到骨質可以密度提升。好，多多醫生啊，答呢個問題係我想講兩句嚇。呢個咧我哋骨質疏鬆啊。就是老百姓講的缺鈣啊，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丟的多，儲存的少。所以呢，如果到了更年期，你的雌激素沒有了，鈣的代謝特別快，所以你會丟掉很多鈣，流掉很多鈣。你就算一天吃2粒、3粒、10粒、8粒、100粒，你吸收不了，而且吸收了到你骨頭之後，很快就丟掉了。所以呢，如果像您剛才講的，如果有雌激素的補充進來，就會減少鈣的流失量，所以你吃1粒2粒效果就很好。非常多謝多多醫生，大家線上朋友都聽到嘛？頭先多多醫生就係講緊話，因為我哋年紀越大啦，其實即係我哋嘅流失咧係會比我哋嘅吸收咧係會快嘅。咁即係如果用翻剛才用沙同水嘅理論嚟講咧，
基本上就係因為佢太乾啊嘛，咁啊所以啲沙咧你倒雪倒咗落去個杯度啦，佢都好容易會流翻晒出嚟。咁所以如果你吸收得唔夠多嘅話咧，咁其實你基本上你個流質又會越快嘅話咧，其實你都係會有呢一個嘅骨質密度嗰個嘅問題，骨質疏鬆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就要補充翻足夠嘅鈣質，再補充埋雌激素，就令到佢更加實在，就唔會咁容易流失啦。係啦，好，咁我哋咧有一套侍女套裝啊，侍女健康套裝，但係呢一個咧只可以係會員，亦都係要 LLP 嘅會員先可以買得到嘅呢一個嘅優惠套裝嚟，之前都會有嘅。咁啊，我哋而家都有得賣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係新朋友咧，就未必可以即刻買得到啦。係，咁但係咧佢就已經包含你頭先講緊嗰3隻產品啦。咁啊就係有呢一個嘅 phytoestrogen 啦、bone nutrients 啦同埋 pericline 啦，咁可以幫到我哋就係補鈣啦，補充一啲安全有效植物性雌激素啦，亦都可以令到我哋皮膚好啲啦、心情改善啦。咁呢一 set 就真係專為女士而設嘅。咁好啦，咁我哋講緊我哋 target 重點嗰個產品就係呢3隻係更年期啦。咁我哋基礎都要打得好。咁我哋基礎打得好咧，咁其實我每一次講座都會講，因為我哋真係健康金字塔最緊要嘅就係個根基打得好。每一個人都需要吸收到一啲足夠嘅營養素，先可以令到我哋身體運行得好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 LLV 啦 ，Lifetime Lifelong Vitality Pack， 即呢個叫做我哋每一日都需要嘅。咁佢有3隻產品，年間我哋就會可以簡單去講。咁佢呢度就係咁啦，佢會有一個嘅整全嘅微量元素啦，又可以幫助細胞健康啦。咁我哋亦都會加埋一個益生菌喺裏面。咁亦都係個整全益生菌配方嚟嘅，咁你做翻個基礎打底，因為基礎打得好咧，我哋先會可以咧，身體運行得更加好啦。咁我哋就睇翻咧呢一個嘅產品裏面咧，其中一隻咧就係 VMC， 佢裏面咧就會有全方位嘅維他命啦、礦物質啦，有一啲嘅酵素啦，亦都會有我哋嘅一啲嘅精油配方喺裏面啦，去幫助翻我哋舒緩不適，我哋嘅胃腸不適啦。最重要咧就係嗰個吸收。佢會有一個嘅專利嘅 glycoprotein matrix， 咁佢包裹住我哋嘅維他命礦物質，令到我哋身體會吸收得好啲嘅。嗱，因為如果有機會咧，出邊一啲嘅營養素，佢可能都係有多種維他命礦物質，或者佢可能係好多年前已經有㗎啦，佢啲科技都未可以 cover 得咁好嘅。喺個吸收力嚟講，咁佢哋基本上就係之後咧，可能有70%都係冇用嘅，吸收唔到嘅。咁但係我哋公司咧係針對翻嗰個吸收力咧，會有啲科技去保護住啦，令到我哋係會吸收得好好嘅對於呢啲食品。咁另外咧，亦都會有我哋嘅魚油啦，幫助我哋嘅腦部同埋血管健康啦。咁呢個咧，我哋嘅魚油咧，佢裡面咧會有300毫克嘅 EPA 同埋300毫克嘅 DHA 啦。咁呢個咧都可以睇翻咧，頭先講緊營養補充品咧都好緊要，因為其實坊間有好多魚油，你見到藥房成日擺出嚟，但係咧你都唔知佢係咩 brand， 同埋咧我哋之前消委會有個研究咧係睇翻。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嘅標籤不符，佢話裡面有幾多，但其實佢唔係真係有咁多，同埋可能有陣時佢哋啲量咧都係唔足夠，令到我哋對於身體嚟講有一個保護嘅效果。咁我哋講下幾多先，最少要有幾多先係足夠咧？其實大概係500 mg 啦，就會係最好噶啦，每日補充到。咁我哋呢度有2個加埋係600 mg，仲有1000 mg 嘅純正魚油啦 total。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對於我哋嗰個嘅心血管健康啦、眼睛健康啦，呢度仲有好多，因為佢會加埋玉米黃素、葉黃素呢一啲嘅成分咧，蝦紅素咧有抗氧化啦，係全方位咁樣保護咗我哋身體嘅皮膚啦、眼睛啦、腦部啦、記憶啦，都會有個幫助，或者嘅關節嘅問題啦，咁都可以有幫助嘅。咁亦都佢係因為產品係裡面一定會添加啲嘅精油啦，咁亦都對於精油嚟講咧。我哋呢一個嘅精油可以幫我哋有啲免疫提升啦，同埋我哋腸道嗰個消化可以有個幫助喺度。好啦，跟住之後咧 ，LLV 就第3樽啦，你會見到呢樽都好緊要嘅。點解都係基礎咧？就因為我哋成日都細胞都會受損，咁而呢一個咧係可以支持我哋細胞功能，叫 Alpha CRS Plus。咁佢裡面咧係會有唔同嘅精油成分啦，咁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啲嘅抗炎症啦。或者係保護翻我哋身體嘅心血管健康啦，咁啊亦都有白藜蘆醇啦，大家都成日都聽到我哋抗氧化非常之好，亦都可以幫助一啲嘅即係腦部一啲失智症啊呢啲嘅問題咧，都可以有一個預防嘅。咁同埋咧
佢有 CoQ10 啦，咁係幫助我哋線粒體去製造嘅，令我哋更加容易去恢復翻我哋身體細胞。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屬於基礎嘅保健產品。咁最後啦就係，因為而家好多研究都係講，其實身體咧好多微生物，我哋嘅微生態平衡都好緊要。咁所以咧，我哋 PB Restore 呢一隻咧產品咧，亦都係一個好全面嘅益菌嚟嘅。咁裡面咧會有9個菌株咧，係包括係幫助我哋腸道健康啦，有5種菌株係包括免疫健康啦，3種係關於針對我哋私密處嘅健康啦，2種菌株係口腔健康，1種菌株係代謝健康，1種係心血管健康，1種係情緒健康，同埋1個係產前補充嘅菌株。你會見到裡面 total 咧都有24種菌株嘅，最主要。咁啊，出邊街唔會有咁多菌株喺裡面，好多時候都係得4-5種菌株嘅啫。OK，咁所以我哋點解話呢個係最整全，亦都係針對講緊基礎營養補充嘅益生菌配方咧，就係因為佢係有非常之唔同嘅菌株去幫助我哋身體唔同嘅健康啦。咁我呢度係有總結嘅，咁啊睇翻咧佢裏面咧係啲菌株係全部有 number 嘅，有 number 代表咧佢係有一啲科研實證去證實佢有一啲嘅健康功效先會有個 number。所以出邊街你見到啲可能少少啦，佢未必有個 number，佢淨係得前面有嗰個菌嗰個名嘅啫。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係一定會用咗有身份證號碼嘅菌株，咁啊更加對於健康有個保證啦，咁同埋每日淨係食1粒嘅啫，咁就可以做翻一個嘅補充。咁同埋益菌咧，益生菌咧好多時候就係會用被我哋個胃部嗰啲胃酸去殺死嘅，咁所以一定要有個科技去包裹住呢一個嘅產品，令到佢可以直達到我哋消化道，先去做翻一個分解繁殖，咁先可以有幫助。所以我哋會有個雙膠囊嘅專利嘅技術喺裏面。你哋打開嗰粒菌，打開一個益生菌咧，你就會見到有雙膠囊嘅設計喺度，去令到我哋咧身體咧會可以達到去我哋嘅消化道先去分解嘅。咁同埋素食者都啱食嘅呢一隻。好啦，咁跟住咧就除咗營養補充品咧，因為做 doTERRA 真係好全面嘅，佢可以照顧埋我哋一啲嘅情感上啦，由精油嚟講，亦都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去做翻一啲嘅按摩舒緩啦。咁所以咧，對於更年期嚟講咧，都會有幫助。呢度簡單就講翻咧，就係其實有文獻佢都會去支持翻芳香療法、精油按摩咧，係對於更年期症狀有幫助嘅。咁我哋睇簡單嚟講咧，就係藍色咗標咗出嚟俾大家容易去了解啦。咁其實佢哋呢一個研究咧，係研究咗喺90名嘅女士嚟講，佢哋咧有啲人咧就分配咗係佢係有呢一個嘅做正常按摩，有一班人咧就係有香薰療法，即係芳香療法嘅按摩，有一班人咧佢哋係冇按摩嘅。OK， 咁啊睇下佢哋咧去睇翻佢哋更年期嘅症狀啦，自己嘅評翻分啦。咁結果就係咧，有按摩嘅咧，肯定係比冇按摩嘅咧有改善嘅。咁而用精油按摩嘅話咧，比起冇用精油按摩嘅話咧，亦都係會更加有效嘅改善。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代表咧，用精油按摩咧，係會對於更年期嘅問題咧有個幫助啦。好啦，咁我哋都介紹翻簡單有2個配方啦。咁呢度咧都可以 share 俾大家，有興趣可以 cap 翻嘅。咁就係可以緩和情緒、改善更年期睡眠問題嘅配方，係啦。咁啊，佛手柑2滴，薰衣草2滴，快樂鼠尾草2滴，咁亦都可以做翻啲呼吸法，擺喺手度或者擴香使用都可以嘅，係啦。咁咧有人影相啦，可以嘅。咁同埋前面都已經有嗰個配方出咗嚟啦，陣間可以都可以影翻。咁同埋啦，潮熱問題啦，咁男士都可以幫你啲新嘅伴侶影翻張相，知道呢啲產品咧可以幫助到緩和翻潮熱按摩嘅配方啦。咁就係1滴乳香啦，1滴馬鞍蘭啦，2滴天竺葵啦，2滴安定情緒，同埋咧稀釋呢個椰子油咧，幫翻你嘅伴侶去做翻個按摩啦。好啦，咁我喺度講完之後咧，咁我哋都有用家嘅分享啦。咁我哋早前咧都為有一位我哋嘅資深嘅用家啦，咁咧佢咧都係對於更年期嚟講咧，佢真係產品對佢有好好嘅幫助。我哋一齊聽下佢講啲咩。我更年期遇到嘅問題咧，就係潮熱啦、不安啦，少少嘢都覺得好嚴重，同埋咧就有耳鳴嘅問題啦。
我係3年前啦嚇，3年前我就開始咧就發現到我啲更年期嘅問題啦，就開始出現啦。咁跟住我就去了解咧，doTERRA 咧有啲咩產品可以喺呢方面咧更加可以幫到我啦。咁之後我就去食咗呢一個侍女嘅系列啦。咁我食咗侍女系列一段時間咧，好明顯咧發現到咧嗰個不安同埋咧嗰個情緒咧就係慢慢咧就冇咁嚴重啦喎。跟住我之後咧就用埋咧嗰個情緒系列嗰個精油咧，我發覺咧嗰件事咧仲更加咧明顯咧可以改善到我嗰個情緒不安嘅問題，同埋真係唔知點解之前未用嗰陣時，真係少少嘅問題咧都會好似放大鏡咁化大佢嚟睇咯。但係用咗呢一個情緒系列之後咧，我就覺得所有嘅嘢咧都好似慢慢咧就係減少咗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一路咧就用埋呢一個Whisper 啦，同埋呢一個Carry Calm。呢個 Carry Calm 咧就係呢兩種精油係有咩幫助咧？咁亦都係一個針對我情緒，我當係香水咁樣用咯。事實上咧，我真係用咗呢兩種精油啦。咁因為我本身係好花心嘅，花心嘅意思就係我中意好豐富啦，所以我每一日咧都會用一種唔同嘅複方啦，當係一香水咁樣去平衡我每一日嘅情緒。咁其實已經係食緊呢一個侍女系列嘅骨丸啦，同埋呢一個雌激素。呢個植物雌激素咧，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喂食雌激素喎。咁但係我了解咗佢裏邊嘅配方，因為係植物雌激素啊嘛。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即係幫助好大咯。咁同埋心理上咧，事實上咧真係有好大嘅安全感啊。咁我最擔心就係骨質疏鬆。咁我覺得呢條侍女系列咧係好全面一樣嘢咧，可以照顧我哋嗰個骨質疏鬆嘅問題啦。咁事實上我而家都食緊呢一個系列之後嘅咧，我皮膚真係咧改善翻好多，因為其實個問題咧一路咧你係睇到嘅，個情緒咧一路亦都會係受呢啲問題而影響到咯。咁我食咗之後咧，慢慢個情緒咧唔知點解咧就真係冇嗰個潮熱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就嗰個不安問題都減低咗好多。加上我食咗呢個雌激素之後咧，植物雌激素咧，明顯我皮膚嗰個水分咧冇流失得咁緊要啊。咁再用埋咧我啲情緒嘅精油咧去做呢個脊椎療法啦，咁我覺得整體都對我好有幫助咯。咁我覺得我好幸運啦，我遇到 doTERRA 嘅產品啦。其實我用咗呢個產品咧都全面嘅產品啦，doTERRA 嘅由精油開始接觸啦，我都已經有用咗10年㗎啦。直至到咧我去到咧，我係3年前咧我就開始用埋呢一個侍女嘅系列啦，我真係覺得好感恩咯，因為起碼我用得好安全 ，doTERRA 嘅產品有CPTG 嘅認證啦，所以我用得好放心、好安全。直至到我而家咧就生活好愉快，因為有好多精油啦，去到一個好似一個大自然嘅地方啦，令到我好舒服、好平衡。多謝 doTERRA。好啦，今日我哋呢位 leader 咧都喺現場嘅，大家可以睇下，俾掌聲之餘睇下，哇！真人係咪皮膚非常之好啊？都好羨慕啊！係啊，咁可以咧，因為今日阿 Shelly 都喺現場咧，自己可以課後可以同佢可以分享下，問下佢嘅意見啊，係啦，生活好愉快啦。好，咁咧聽完Shelly 分享之後咧，咁我哋今日咧都又係好榮幸啦，邀請到咧多多醫生同我哋喺呢度，我哋要掌聲有請翻多多醫生，咁係一個著名嘅脊醫啦，咁都咧。佢都係一位大學嘅副教授啦，咁亦都咧曾經咧去做翻一啲嘅科研嘅研究啦，如果發表咗唔同嘅論文咧，有超過10篇㗎啦，係啦，咁啊，不如邀請佢出嚟咧，大家應該可以俾掌聲先，係多多醫生，可以多謝你，謝謝你，謝謝有機會跟大家在一起來分享，我對更年期女性這個精油的一些看法和體驗。好像不是太合適哈，有一個男人來講更年期的問題。首先我就想跟大家講，我工作了這麼多年，我主要是看痛症，我是骨科醫生、脊椎科醫生。我最怕的病人，大家想想是誰？女人，而且是更年期女人。每天來看病的時候，如果是年齡大一點或年輕一點，其實很簡單哈。有病說病，看完就可以。但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
来了之后啊，他的病历本就这么厚啊，他看了很多医生，浑身痛，关节痛，而且睡眠不好，睡眠不好，情绪不好，造成关节痛，关节疼痛反过来影响睡眠和情绪，他陷入一个死循环里面去，而且很多药物对他来讲其实也不会太见效啊，所以呢，我觉得我是很怕这样的病人在我面前，因为他会不停的再给你讲一些他的，包括家里的事情都给你讲出来了。因为他很多压力啊、情绪啊、抑郁啊，造成了很多生理上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能用天然植物的东西来帮助他怎么改善睡眠、缓解疼痛，少吃一点安眠药，少吃一点止痛药啊，这个还改善一些抑郁的情绪。大家知道我们的精油其实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的情绪的，所以这些我们的精油产品就可以从多方面来帮助我们啊这些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得到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这是一点。讲完了我最不喜欢的，现在再讲讲我最喜欢的精油。刚刚已经好多朋友分享了他们喜欢或者是常用的精油，其实我有几款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已经讲过了 ，Whisper 啊，这个叫 Soft， 对，叫 Whisper。这个精油呢，其实和另一款精油叫花样年华啊，这是我两款比较熟悉的，我用的不多哈，可以这么讲哈。但是我太太用了很多，我太太用了很多啊。这两款精油其实对我们的女性朋友的荷尔蒙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啊。这个 Whisper 呢，其实理论上来讲可以用在不同年龄的女性上。不同年龄的女性，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这个 Whisper 在我们每个女性当中都有不同的一些气味出来。它里边很有趣，它的配方真的是，你看到它的配方之后，你就会感觉多特瑞公司真的是很有科学性，能配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让女人充满女性味道的一款精油。第二个呢，就是花样年华精油啊，花样年华精油又叫护肤油。这款精油其实可以用在怎么？我们女人最常见，刚才讲的，到了更年期是睡眠问题、疼痛问题、抑郁问题、出汗问题啊。其实呢，我觉得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最大的问题就是皮肤的问题，因为给人看得到的，而且每天照个镜子自己也能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一款精油里边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精油，乳香、没药、檀香，永久花，哇，这些都是非常高级、非常好的精油，所以它用在皮肤上可以很好的缓解我们皮肤的一些皱纹呐、一些退化、一些色斑呐、等等。这款精油其实里边就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这个 Whisper 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女性朋友。它里边很奇怪，它里边有肉桂，有肉桂的成分，还有什么依兰呐、还有一些，就是它这个调配真的是让你天马行空，让你们每个女性朋友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啊！这是这两款。讲到了这个女性的更年期朋友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潮红、出汗、潮热，这个其实也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你说我情绪不好呢，别人看不到；我睡眠不好，别人也不知道。但是跟你说着话的时候，突然一头汗就出来了。这个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也是有很多女性朋友来问我，到底怎么能处理这些这个潮热的问题啊？这一款精油呢叫丝柏，这款精油可能刚刚没有人提到过，没有人想到过，但这款精油我觉得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都是一款非常好的更年期的一款精油。这个丝柏精油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激素水平下降之后的一些肥胖一些水肿不仅仅是女人有水肿，男人也有水肿这种水肿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呢，这种水肿会造成很多的一些生理问题，而且丝柏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减少这种出汗，这种我们叫
叫潮热啊。我有一个朋友呢，很好玩，他就有一次跟我分享这个，他说他出汗的时候头发就像水洗的一样，想用遍了各种中药都没有办法。他也知道是更年期，但是呢，他用了丝柏精油之后完全消失啊，我都很奇怪啊。另外一个，不仅仅这个精油可以缓解我们女性朋友刚才我说的出汗呐、一些水肿的问题，其实丝柏精油它是一款很好的把我们带入一种时间感、历史感、沧桑感的精油。丝柏这个木头是一种叫不朽防腐，这个木头是不会腐烂的。过去都是做船和那个寺庙宗教的那个柱子，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防腐。所以很多一些历史悠久的庄园、寺庙，我们去到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那些南欧的地方，你看他们的庄园外面马路上都是丝柏树啊，包括很多艺术作品里边都提到丝柏。这个丝柏这个植物不仅仅是它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生理作用，还有一些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啊。丝柏会给人带来一种沧桑历史、一种时间感。我们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其实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问题，不仅仅是生理问题，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问题。我过去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其中有一个一个女性和她的先生因为的家庭的一些纠纷的一些内容，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触，我说这个女的怎么会神经兮兮的，怎么这个样子在家里面？后来她跟她的先生说，抱着她的先生说，我更年期了那个意思啊，我不会再有孩子了。这个我们别人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一些，但是对这个女人来讲，她不会再有孩子，代表她的人生的一段就过去了。而且往往更年期的时候，这个丝柏更年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长大，到了青春期离开我们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多历史的东西、人生的东西、过去的东西，慢慢都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这个丝柏精油，如果我们可以涂抹，可以香薰，它可以很好的改变我们身体和心理的一些状态。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丝柏精油，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好，这里边我给大家再分享几个我看到的一些科学文献啊，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啊。比如说刚才讲的快乐鼠尾草精油哈，就做了一些科学研究啊。22个50岁左右的更年期的女性，她们休息了这个快乐鼠尾草精油。快乐鼠尾草精油里边其实是含有快乐鼠尾草醇，这个醇呢，这一个成分就跟我们身体的雌激素的分子量、分子数非常相像啊，所以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身体的雌激素的水平。它不仅仅嗅吸可以改善我们它让我们这种紧张应激激素减少，还可以让我们五羟色胺的水平另一种激素上升。这种激素就是让我们减少抑郁症的抑郁的激素。这是一篇文章。另外呢，橙花精油。其实我在接到这个 Dr. 公司让我来分享的时候，我就想，什么精油对于我们的更年期女性有帮助呢？其实很多种，橙花也是这种叫可以大小通吃、全球通用的精油。没有女人不喜欢橙花精油的。有一句话就是从娼妓到贵妇到王后，没有女人不喜欢橙花精油。所以橙花精油也是很好的让我们对我们的女性的荷尔蒙对我们的女性的更年期产生很好的作用啊。另外呢，玫瑰和天竺葵玫瑰精油我不用讲了，大家一定知道玫瑰精油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有很大的帮助。这都是可以通过一些仪器来测量出来，比如说它的那个唾液当中这些激素。它的心率它的血压其实都可以通过很多的一些这些仪器来测量出来。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个更好玩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是更加显著的、显而易见的，能改善我们的女性朋友的状态。这个呢，他把两组这个受试者分开之后呢，一组就用了什么？用了这个丝柏和这个葡萄柚，照不到，以后
照到哈，很好玩。这两组女性朋友在这个做测试之前呢，一组呢，每个人都会用那个卷尺把自己的这个肚腩量一量，到底有多大的肚腩。另外呢，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人给他评分，这个女人会不会有多少吸引力？这个女人的评分是85，只有85分。这个女人75分，这个女人95分，就是她会有一个主观和客观的一个来做一个测量啊。这两组其中呢做按摩之后6周，仅仅是6周，一组病人不叫贵人了，一组受试者女性朋友，他们用了这个丝柏、葡萄柚和什么杜松浆果按摩。按摩之后6周之后，这一组病人明显的他的这个肚腩的这一圈的这些数值明显下降。完了之后再去打分，哇，好像做了6周按摩之后，你怎么好像比以前有女人味了？你的打分都会很高啊！所以大家可以最简单的用这个方法去试一试好啊！无论是我们自己有肚腩了，还是家里老公先生有肚腩，都可以试一试啊！就是这个。另外呢，再给我1分钟哈，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大家可能说这些精油对我们身体的雌激素有帮助，那会不会我如果有乳腺的问题、癌症的问题、有子宫的问题？那刚刚您这个对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说我们用了激素之后，会不会造成我们的激素过高，诱发我们的一些生殖系统的肿瘤？而且以前陆陆续续也有过类似的一些报道。这个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最厉害的一次就是说，在欧洲的一个国家里面，他们发现了很多小孩子早熟，用了什么？用了洗发水，里边含有精油的洗发水，什么薰衣草精油、尤加利精油的味道的洗发水，造成了沸沸扬扬的。但是最后这个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最后这个事情是盖棺落定，就是结论出来，什么呢？并不是这些纯正的精油添加到这个洗发水里去，这些洗发水里的精油，这个味道都是人工合成，都是香精来的。这些香精对孩子是有致命的一些罪担。如果是纯正的精油添加到里边，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事情已经有定论了啊。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使用精油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一些荷尔蒙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不用太过紧张啊，就说哎呀，这个精油会不会让我身体有这样的问题啊？因为精油在我们身体里说，我说用了玫瑰也好，用了什么也好，为什么会女人用了玫瑰精油会这么有女人味呢？其实就是不是里边精油里边的成分是雌激素，在我们身体是这样的，它是通过我们大脑的这种内分泌的系统产生一个作用，让我们这个大脑释放出一种激素来，让我们的激素分泌多一点。它并不是像药一样，刚才您担心的就是，哎，医生会给我开一粒雌激素的药，我吃了1粒、2粒、3粒的时候，量就会多了。这个药吃进去之后，一定在我身体里发生作用。你吃了3粒，它就是3倍作用；你吃了1粒，就是1倍作用。如果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量多的话，对一个人来讲，他有这个诱发因素的时候，他就会有问题。但是精油它里边成分它不是雌激素，它不会在我们身体里边直接和我们的这些受体结合，它是刺激我们的大脑的一些内分泌的中枢，比如说垂体啊、小丘脑啊，它会发出一些指令来对我们的雌激素进行调节，而且激素是可以被调节的，激素的水平是在变动啊，所以呢，这些纯天还是说1000道1万。安全的高品质的纯正的精油才有这样的效果，而且不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作用。所以不管是刚才讲的什么玫瑰啊，什么天竺葵怎么样，高品质的正规渠道购买，值得信赖的公司生产这样的精油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我的时间到这里。